议员陈坤和表示，嘉义地区20-30年来的建设，会用的讲无一项单项有超过1亿的预算。不过最近却传出海水淡化厂要伫嘉义来设受水池。议员表示，伫无完整的说明，而且佮靠近主体区的状况，希望中央会用另外来找地。伫嘉义20外冬来无建设，结果呢，竟然要放一个蓄水池啊！这伫啥？伫嘉义安西，嘉义安西里，伊是1里佮变做2里的啊。迄阵曾经是全台南上大里，全台南上大里。结果呢，安西里无活动中心呢，所以呢，引起地方很大的反弹。嘉义即马即个地点，大家无赞成嘛吼，所以即马迄个南水分署啦，就是讲较早的咱们水务管理局吼，伊即马当咧甲自来水公司即马当咧找所在啦，原则上就是讲伊会在较郊区的所在去找啦，即马未定案。你为了疏解溪南甲溪北的交通，议员陈坤和对民国108年争取2条跨溪大桥，一条是对西港大桥大运寮连接安南区的新界工业区，甲满岛社厝寮跨闸门溪大桥连接南科，2条的经费超过100亿。议员表示，以台86线延伸到两家，嘛是要开100多亿的预算，只有均衡的发展，全民才会用来受惠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。